字为倒位来？人讲台湾的形，就像一条汉字。台湾人是汉字仔囝，毋过汉字是外来种的。台湾从汉字这个讲法是为倒位来的？咱做伙来看汉字的故事。汉字本体毋是生伫台湾，那呢？汉字是为倒位来的？上古早的汉字是伫秘鲁找到的。汉字本体是生伫中南美洲。西班牙人15世纪去到中美洲，才把汉字载转去欧洲甲别个所在。是讲，伫西班牙人去中美洲进前，太平洋的岛屿普利内西亚嘛已经有汉字。原本生伫中南美洲的汉字，要安怎去到太平洋的岛屿？有一个可能是两边的住民真早就有往来，是咱人甲汉字载去太平洋遐，从南美洲的语言记撮，甲汉字合做古马拉，甲波利内西亚的汉字讲法古马拉足相共。第二个可能是汉字家己去到太平洋的岛屿，是做大水也是大风涌的时，汉字家己浮去遐，也是风头的时，互风升起的，这就无人知啊。也有第三种讲法，是伫秘鲁甲伫波利内西亚的汉字真早就分家，两边的汉字是无牵连的。到今咧研究汉字生团的科学家也无定论。咱若问讲汉字是安怎来到台湾，这个问题范围就较细啊。咱先来看台湾是啥物时阵有汉字。1603年，咱地写的《东番记》都有写到汉字。迄时因讲的东番就是台湾。荷兰人写的《日兰野城日记》嘛有写到台湾汉字的生产、运送甲食用。所以至少400年前，台湾就有汉字啊。400年前汉字是安怎来到台湾？学者确定是甲蚵仔同款，拢是经过菲律宾来到台湾。毋过到底是安怎引进的？讲法是真侪款。头一个是讲台湾甲4个位别个南岛民族往来，是人为菲律宾早来台湾。第二个就是来东南亚的欧洲船送来的。西班牙人甲南美洲的汉字早去因的殖民地菲律宾，因嘛有来台湾，毋过无摕汉字来。迄时阵的汉字甲真侪农作物相共，是袂使自由买卖。是西班牙人的船下发生意外，船顶的汉字家己留来台湾，伫遮布艺生团。有一个讲法是台湾甲福建往来才有汉字。有一个福建人陈金良去菲律宾做生意的时阵，想要甲汉字载转去伊的故乡，就偷偷摕钱买汉字订转去种。后来汉字才为福建传来台湾。毋过嘛有记载写的是颠倒饼。1617年的东西洋考甲1636年福建的海淀县志，拢写讲汉字是为东番，也就是台湾引进福建。汉字虽讲毋是本来就生伫台湾，毋过伫台湾生了足好。18世纪的时阵，台湾汉字就已经外销去中国。迄时中国的生理人会摕生活用品来台湾卖，顺续买汉字转去。伫1790年的时阵，台清官员阁掠着2只福建来的船仔，要为东港入来偷买汉字。古早走水汉字嘛捌是一项好生意。汉字毋但会使食得，也有别项用途。战争的时阵，台湾总督府就把汉字摕去做酒精甲军事用品。
战后台湾种搁较侪番薯，做事人靠番薯藤煮猪菜饲猪。番薯改良技术继续在发展。即阵台湾有时搁甜的番薯伫利便店卖了足好，嘛有外销去日本。外来的番薯要安怎变做是代表台湾的意象？上代前讲台湾亲像番薯的是日本时代的一个日本人，伊伫报纸写讲台湾岛的形亲像一条番薯。伫台北帝国大学的山本优雄教授嘛捌讲，台湾的形就像番薯，也是樟叶。这个讲法，互一寡抗日人士甲家己号做番薯仔，代表因甲食米的日本人无相共。也有迄时去中国东北做工课的台湾人，为着避免互人叫是亲中，也是亲日，嘛叫家己番薯仔。台湾像一条番薯，台湾人是番薯仔囝的讲法就留落来啊。番薯有啥物俗语？毋捌一颗蚵仔番薯，讲一个人啥物拢毋捌，含蚵仔甲番薯拢分袂清。时到时担当，无米煮番薯汤，是讲等代志发生才来想办法。亲像无米通食，就煮番薯汤，毋免先烦恼起来囥。